阿欣第一次做團隊負責人，啱啱上位，成班人都望住佢點帶。第一日開會，老臣子前輩阿媽不斷咁打斷佢，呢部分我熟，照我嘅方法做啦。會議室一秒變咗冰庫，冇人敢出聲。阿欣心入邊唔服，手心都出埋汗。如果而家硬冚，可能係贏咗嘅氣勢，但係就輸咗班人。佢深呼吸，只係講：阿媽，我想先聽你點做，之後俾我加多一樣嘢，試半個月，數據話事。阿媽就點下頭，會議就繼續啦。半個月之後，數據真係升咗喎。阿欣冇喺大庭廣眾咁放狠話，只係喺週會嗰度將功勞寫埋阿媽個名。散會之後，阿媽私底下同佢講：你冇硬冚我，但我感覺到你頂得住。嗰刻，阿欣先知道自己用啱咗易經嘅第10卦履卦嘅智慧。履卦話你知，行路最難，唔係快，係穩。前面係薄冰，就輕步咁行；遇到大前輩就禮儀不卑。原來穩步伐唔係退讓，係用溫柔去處理。記住，唔使急住證明，先守好分寸，條路先行得遠。你最近喺邊個場景要好似踩冰雹咁行呢？留言同大家分享下你嘅經歷 ，share 呢條片俾一個你尊重但又講唔出口嘅人，等佢知道你一直都好尊重佢。關注迪安，一齊身心健康生活。